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初2公司台记台在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清明连续假期休4天，高公局是预测讲，今仔日是4天内底车流量上济一天，而且路南会大塌，车流量已经要往新正年头正月初1，有6段路段会较塞车。高公局是建议讲，西部高速公路路南下晡1点了后才出发，若国道5高路南下晡5点了后才出发，安尼会较好行。今天提早到小琉球先住，刚好要回去扫墓啊，提前1天来。游客惯行李去屏东东港，准备要坐船去小琉球，连假都还未开始，屏东甲小琉球的航线，初1就出现袂少游客。高一间游览船的业者，一补就载1000人厝的旅客，而且还阁加开一班。我们明后2天的疏运哦，绝对是现场的需要，就机动的加班。一直加开到疏运旅客完毕为止。那么预计的话，以往的经验，会有3、4千人。接下来，屏东垦丁要举办3天的台湾祭演唱会，恒春半岛按算会约110万的游客。不过警方提醒民众，若要加单一线滨高公路等的路段，上好时间较袂塞车的时段。高公局表示，今年清明连假的车流量会比往年较济，休困的头1天甲第2天，西部国道路南的方向，建议下晡1点了后才出发。若那国道5号，建议下晡5点了后才出门会较顺。若那塞车的时间，嘛是平常时的3倍至7倍。高速公路嘛连续4天做高承载的管制，提醒民众出门进前都要先确认路况。记者综合报道。那天气的部分，这4天天气有小可变化。伫这2天天气正稳定，袂输热天咧。那后壁2天伫北部、东北部会变天。咱来看分图，今日伫东半部、西半部的山区有低渐准雨，只是高温有要活30度，袂输热天。气象局局针对台南、高雄发布高温黄色的灯号。中昼伫瓦近山区河谷的所在，有可能会超过36度。也毋过早暗温差真大，第低温大约是20度至24度，温差真大，乡亲爱洗衣。若要提醒乡亲，伫礼拜2到后礼拜2透早，咱会受东北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天气就会转凉，嘛会开始落雨，低温存17度、18度左右。空气品质的部分，西半部外岛到大棚会影响能见度，所以乡亲出门驶车嘛爱洗衣。云林的蒜头目前正在采收，因为无雨水，产量减少，而且进前做种的蒜头贵，种的成本资本就较悬，即马阁欠工，农民拢在花了钱。另外，南投6国的春仔地嘛因为欠水，产量减3成。云林县蒜头即马进入采收期，毋过因为今年雨水伤过少，互今年产量比以前较少，加上旧年蒜种起价每袋斤至少200块，也互种的成本增加袂少，农民拢花实在是算袂符。下好的时阵爱有40块啦，至少要40块啦吼。即马拢无。即马无啊，即马一斤这像这安尼卖30啊。重本啦。一份地就爱带要4、5万。迄个迄阵啊种吼，这蒜头一斤200外哩啊。蒜种吼。蒜种贵啊。安袂好啊。云林县蒜头产量甲种的面积占全国9成以上，毋过因为欠水，蒜头未大。目前无拍单的介绍每袋斤无到40，农民表示每袋斤平均爱50块才算会好。无落雨也互南投地区的地叶产量降低，可能六股地区的春地都减3成。今年的雨水真的是很不充足哈，那所以说今年的茶叶它的生长，比如说它去年度是可能它的萌芽率是100的话，可能今年的萌芽率就剩下70而已。假设有茶叶受到旱灾的损失，那就请农友赶快到公所去查报灾情，那公所会把灾损的情形汇报给县市政府。六国农会表示，南投县种地树的面积差不多7000公顷，是全台第一。敢若是六国乡地园就有1000公顷，毋过今年春地虽然减产，毋过介绍无起价，主要是因为地叶有一定的行情，袂用凊彩起价，地农损失恐惊未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台湾甲别地的旅游气泡，昨昏出团啊！头一团伫昨下晡出发啦，大家上飞机进前爱先做体检，旅客早早就先去机场做采检，规团123个人采检拢阴性，欢头喜面出国佚佗。
当然很开心啊！终于可以出国了。真欢喜提出阴性证明的报告。台湾漂流互通旅游头一团的游客是真欢喜，因为规团拢总123个人核酸检测都是阴性，会当安心出国旅游。疫情迟早会结束，总是要有人先带头出来玩，尤其是在关键时刻，我们要支持台湾跟帛琉之间的旅游泡泡。有稍微犹豫一下，对，但是觉得说如果一路上有做好防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出发进前，卫福部长陈时中嘛在电机门，甲民众握手讲再会，希望大家一路顺风。我们采用是罗氏的机器，那每一次的检测一台机器，每次上是1支，然后总共准备了24台的机器，那每一次大概20分钟可以检验完毕，所以这经营这样的一个团的规模不是很大。这个已经等待378天的旅游团，拢总有6间旅行社参加。除了一般的民众，也有成功病院医疗团甲媒体，做伙来体验后疫情时代互通旅游。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甲帛琉的旅游气泡昨昏出发啦！来咱台湾访问的帛琉总统惠恕仁嘛坐共一班飞机同齐回国，伊阁亲手送礼物予所有伫飞机顶的乘客。有旅客要求要甲伊做伙翕相，伊嘛拢有答应。一落飞机，当地民众是以传统的舞蹈热情欢迎。Good afternoon and welcome aboard the first inaugural flight to the Republic of Palau in this travel bubble that has been created. 台湾甲帛琉的旅游专栏第一团，帛琉总统惠恕仁伫飞机顶欢迎旅客，也讲要送大家一份礼物。To be passing out a small gift for you during your stay, especially mask to wear. 亲手甲礼物分予每一位旅客，若是有旅客想要做阵翕相或者是签名，拢照办。自机床头行到尾流就开40分钟，这座航程差不多4点钟。华航伫咧飞机顶要用餐，不过用餐时阵爱遵守防疫规定。4个小时的航行，华航还是有公益餐，但是像我们看看这边，它也有所谓的热食餐包，还有甜点。但是他建议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最好2个不要同时拿下口罩吃，最好是轮流吃，这样有防疫规定。飞机顶的防疫共款正认真，帛琉总统惠恕仁结束5天访问台湾的行程，坐旅游泡泡的班机回国。As you know, it's been 1 year since we last received tourists, and having the first tourists come to Palau gives the Palauan people hope. And I think we are very excited and to welcome and look forward to you all having a wonderful time in Palau. 待会我们就要进行海关过去进到帛琉的境内，而在这之前呢，我们刚刚在下飞机之前，其实它所有的防疫都做得很彻底。像在台湾出发前，我们有做了一个所谓的阴性检测证明呢，这边的人员呢也把它收进去了，而且我们还要量体温才能够进到这个地方来。帛琉官方展现热情，伫现场有传统的舞蹈欢迎这边旅游专栏到位，也送大家海里卡做的破练。记录内面有蔡总统蔡英文2019年来访时阵所签的帛琉誓词。帛琉总统甲台湾驻帛琉大使、美国驻帛琉大使也伫机场共同签帛琉宣誓。暗时团员到酒店结束第1天的行程，随日会拜访帛琉的行政机关，包括被叫做小白宫由台湾协助建造的总统府，也有台湾驻帛琉大使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保护海草大争议即马也搁咧烧。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头一摆要求相关部门去考虑看卖，看讲甲第3接收站去对海气敢有法度。也毋过带头发起保护海草大公投的潘中正是回应讲，去对海气这嘛毋是因会当接受的方案，伊绝对袂退让。若无会方讲是因方烧掉会臭名一世人。来看自由时报。面对全球晶片的欠费，晶圆代工的大厂台积电的总裁魏铁家最近有写批给客户，表示台积电未来3档会投资1000亿美金，伫全世界起新的厂房，要增加产量。伊嘛预告讲，台积电明年晶圆代工的绩效未起嘛未降，会甲今年比降。来看中国时报。美国这帮大联盟开始在哪？伫克利夫兰
克利夫兰印第安人这队的台湾选手张玉成，伊是摆伫名单内底，嘛争取到开幕战的先发。防守第一垒的选手是正做咱台湾的头一个。张玉成今仔日是第7棒，不过伊并无安打。咱国来昨昏新增加6例对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另外新竹科学园区嘛风声讲有人去画到，是一个汉民科技的员工，伊今年伫正月时对美国返来台湾，因为最近又搁要出国啊，转自费去做采检，却检出阳性。伊的接触者有53个，内底有48人拢阴性，那其他的目前也伫检验。境外移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初一搁增加6例。是为巴拉圭、爱尔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菲律宾甲印尼入境，这人拢有登记前3天内检验阴性的报告。其中一个是巴拉圭籍20多岁的男性，初5入境了后集中检疫，伫这个期间2届做采检，结果拢是阴性。29因为要登去学校读册，所以自费做采检，今仔日确诊。这一例看起来应该是在国外感染多时哦。新竹科学园区嘛出现头一个确诊病例。汉民科技设备厂公开说明，31公布的暗号1026是台湾籍70多岁的男性，是汉民科技的员工。1月初3返来台湾，伫台湾的期间拢无症状，2个多月了后，因为要出国，所以自费做采检。内部的员工听到这个消息了后，拢讲加减表示烦恼。不过指挥中心认为讲，唔免伤过头操烦。会怀疑有没有本土的感染的可能性啊？因为毕竟时隔2个月。在自主采检的过程中才发现48位的接触者，我们都已经采检完 ，PCR 是阴性啊，那血清的抗体也都是阴性，目前是没有看到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有可能是在国外感染。汉民科技表示，30已经通知员工伫咧厝内上班，迄天已经完成厂区的消毒，还佫有接触史的调查，过当天恢复正常运作。那若考虑爱居家隔离的人，拢是汉民科技内部研发，还佫有内勤人员，毋是第一线接触客户的人。那若居家隔离甲自主健康管理的员工，期满了后，就要附 PCR 阴性的报告，经过审核通过了后，才会当入去厂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做伙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卖也咧传。即卖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29万例，死亡人数有283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例，目前是1036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伫香港是超过11000例。日本即卖已经超过47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100万例，巴西超过1280万例，伫印度有122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436万例，伫法国超过475万例。做伙来关心全世界预防射即阵的进度。洛西亚有去注册全世界头一支会当互动物做的预防射，有机会伫即个月要大量生产。另外 ，BNT 的预防射研发公司是表示讲，经过试验，12岁至15岁的囡仔人做 BNT 这档预防射了后，保护力会当达到100%。啊，那德国是因为烦恼 AZ 预防射注射了后会太血路，所以即马规定讲60岁以下的人袂使做。工作人员甲白色的水条抓咧，另外一个人上福准，甲做新冠疫苗。即嘛有动物咧做的新冠疫苗，这是俄罗斯正式注册全球头一个动物通做的新冠疫苗，叫做 CoronaVac， 上紧这个月就有机会当大规模生产。Мы не прекращаем проводить тестирование 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сегодняшняя ситуация создания вакцины позволяет нам в любой момент приступить к этой процедуре, к вакцинации пушных зверей в зверохозяйствах в любой момент. 沙文科夫表示，这个对动物无败害的疫苗，为去年10月份就开始做临床试验，对象包括狗、猫、狐狸、甲水貂等等。接受测试的动物100%产生抗体，那若治疗后的免疫效果至少会当当半年的时间。不过专家还佫伫咧持续分析详细的数据。另外，人类咧做的辉瑞 BNT 疫苗嘛有好消息，美国辉瑞药厂甲德国 BioNTech 公司顶个月31发声明表示，根据实验显示，12岁到15岁的青少年做疫苗了后的保护力有100%。辉瑞执行长博尔拉讲，按算伫咧未来这几啊礼拜，争取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紧急授权，希望伫咧后一个学年开始进行，这青少年会当开始做。I definitely hope we get back to
whatever we would call normal eventually soon, but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get all the vaccines out. 现在目前台湾已经开始做的 AZ 疫苗，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甲欧盟药品管理局拢认为安全无问题，不过也受部分的国家因为考虑到血管会塌掉的问题，所以目前也无做。德国累积已经有31件做疫苗了后出现血管的案例，其中9个人死亡。因为安尼，当局30决定60岁以下的民众接停止 AZ 疫苗。若是真正要做，就要先问过医师，评估个人的风险。另外，南韩总理郑世均初一讲，会加入其他的国家推出新冠疫苗护照，会伫这个月正式推出 App， 方便国际旅客证明家己已经有注疫苗。现在这个 App 嘛会使用区块链的技术来防止去用伪造的可能性。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有9个民主派人士甲民阵做伙发起大游行，有818万人参加。落尾警方指控讲，因无经过允准就集会。即马香港的法院是宣判讲，包括一传媒创办人李智英，也个免受68年和平奖提名的民主党创党人李柱铭等7个人罪名成立。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向美国国会提出报告，认定香港即马已经毋是有高度自治的所在啊，美国无应该搁予香港特殊的待遇。几多位民主派人士入去法院听庭，验过结果让因真失望，因为参加2019年民阵所发动的818香港反送中游行，被指控组织一个参加无经过批准的游行。初一法院判，包括一传媒创办人李智英、民主党创党人李柱铭、立法会前议员吴靄仪、杨国雄、李道仁、何秀兰，加民主党的前主席何俊仁等7人，2条罪名拢成立。我哋行使我哋嘅憲法遊行嘅權利，尤其係我哋好多次根本警方禁制遊行本身就係違憲。被認定有罪名單內面，對這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嘅香港民主之父李柱銘，受到香港社會甲國際關注。一世人攏伫咧重視民主運動，伫咧香港，互人認為是上有影響力嘅政治人物之一。不過中國官方點名是好港亂港嘅頭，即馬國因為參加反送中運動，該按罪名。呢個可能性不嬲都認咗㗎啦。咁我哋研究下睇下係咪上訴咯。OK。香港警察。抗議港警對示威者濫用暴力，也個爭取5大訴求。民陣在2019年8月所發動的維園遊行，超過100萬人上街頭。民主派人士認為，即便審理的結果可能會讓未來香港人的言論甲集會自由更加緊縮。面對香港的強勢，自中國去年強推港版國安法，大動作逮捕民主派人士，進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如果通過修訂香港嘅選舉制度，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喺咧和國會報告內面認定，香港無國際高度自治，無應該給予美國可以嘅特殊待遇。We submitted the Hong Kong Policy Act report to Congress and certified for the second time that Hong Kong does not warrant dif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e PRC under U.S. law because of the PRC and Hong Kong actions taken to dismantle Hong Kong's autonomy. 布林肯喺咧報告中也講，中國繼續破壞香港嘅自由民主，甚至是香港人民嘅政治參與權，並且對兩邊延後嘅立法會選舉真擔心，希望中國愛遵守國際義務甲承諾。停止對香港民主法治的打壓。記者綜合報導。來關心緬甸軍方發動政變已經滿2個月，聯合國統計講，去互軍方殺死的民眾上無有521個人。針對緬甸軍方的暴力，聯合國昨昏是發出聲明，強調要譴責緬甸的軍方。即馬上新的消息是，軍政府為着要反制聯合國，即馬已經下令對今仔日開始，要甲緬甸全國的網絡切斷。緬甸第一大城強江市區即間購物商場，佇當地時間初一透早2點左右傳出大火，目前也毋知清楚導火原因，也毋過佇軍方政變滿2個月，各地民眾起來抗議的時刻傳出火災，顯得更加敏感。時間等到當地31日時啊，強江大批民眾無驚軍方鎮壓警告，繼續行上街路抗議。也毋過，就是有老高的示威者，互軍警逮捕，送上卡車帶走。看到人翕到畫面顯示，身份不詳的民眾，互軍警拖佇塗骹，向卡車刷動。畫面這邊的警員也不時用骹斬擊回民眾，行為非常的殘暴。
针对缅甸局势，联合国安理会31进行闭门会议，听特使对缅甸状况的报告。It is not only abhorrent in terms of the killings, including of children, which I mentioned, but also the arbitrary detentions, the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pressure at the borders, the increased violence, all of those things. I think I can say the Council was united in its condemnation of what is going on. 不过，联合国会当采取安怎的行动，目前也无清楚。伫7.24抗议中，有民众放火烧2008年办的宪法文件，来抗议军方伫2008年修宪中继续纳入大权。美联社的报道指出，包括已经当选却因为军方夺权无法度行使职权的国会议员在内，未少反对派串联起来提出临时宪法草案。另外，访港禁的翁山书记31头一摆甲律师进行视讯会议，讨论未来的司法审判等情势。律师指出，翁山书记看起来气色甲健康拢袂歹。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今日国际上一个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疫情爆发了后，北韩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洛西阿街驻北韩大使馆昨时表示讲，驻北韩的外交官拢已经离开啊，目前敢若剩9位国家的大使尔。来看中国上海市昨昏时开始要管制流动人口，只要伫上海停留超过24点钟，就要主动申报。这是引起批评，讲是要互上海新疆化。来看美国驻秘鲁的大使到庭甲秘鲁的总统来咱台湾访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昨昏时表示讲，未来美国甲台湾两国会深化关系，卖考虑各界官员互相访问。美国贸易代表处公布2021年贸易障碍评估，针对咱台湾这部分是锁定伫正肉种的猪肉这个议题。报告内底是写讲，咱要求爱标示产地，嘛爱公布产肉种的残留量，拢是伫暗指讲美国有产肉种的猪肉是无安全、有安全疑虑的。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回回讲，这毋是针对美国，所有进口的任何食品拢共款。美国贸易代表处 USTR 每年4月进行拢公布贸易障碍评估报告，因为台湾已经伫今年初开放含内济美猪甲30个月龄以上美牛，各界对 USTR 发布的这份贸易报告特别关注。不过，报告中煞表达，美国内地时代了后出现障碍，佮点出台湾原产地标示政策会无准确的暗示，美国内地有食安记录，尤其猪肉加工制造商照改变猪肉来源，都要标示来源国，这间接互厂商选择台湾猪，放弃美猪。美国不止向台湾提出对这项规范的忧虑，也透过 WHO 技术贸易比率委员会表达关切。进口的任何食品都一定会标示产地，并会针对美国，而这个做法和当年马政府进口美牛也都是完全一样。报告中也指出，台湾对美国猪肉内济上大残留量用希达检测方法甲国际食品法定委员会 Codex 无共款，可能会互结果无够正确。美方会继续要求台湾采取 Codex 共济标准。行政已经无谈判办公室澄清，一切依照国际贸易法，完全符合国际规范。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规定，而且这样的规定是符合国际规范的，这个我们是完全站得住脚。我们只是按时标记。如果说美国这么担心这件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就直接标含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猪肉？其实此地无银300两嘛。内地开放到今已经3个月，经贸办强调，针对内地相关处理细节，台美双方继续沟通，管道真顺利。也强调这是美方例行性年度报告，相关的讲法已经存在真侪年，政府会依照台湾国情向美方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铁有史以来香港市上水的区间车 EMU900昨昏起行，导入营运了后，台铁的运输量能阁会当提悬。台铁表示 ，EMU900拢总有买520台，2年内会全部交车。EMU900通勤列车正式首航。被叫做史上上水的区间车 EMU900型空调通勤电动车，4月7日正式首航，吸袂少大人囡仔拢来坐。
浅色的腰身、特色的脚踏车架啊、LED 电火随着环境自动调节，也个体谅有些人的胃，这拢是第六代通勤电联车 EMU98的真侪亮点，甚至也个保障爱车厢。代替开253.4亿买510台新的区间车，去年10月24交车第一批2日，总共20台原本春节进程会导致北部营运，不过档案参数设定有问题，技术人员也因为疫情无法度来台，被迫延后进度。今年的3月19号，我们邀请了包括中华民国脊椎损伤者联合会，还有我们自行车新文化基金会等，一共有11个团体先前去试乘，那也听取他们的意见。那大家对这样的试乘经验都非常的很多的好评。这是我们的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是。总统蔡文出席首航典礼，佮致辞。伊表示 ，EMU98为台湾铁路历史起点家人出发，真有意义。佮加上 EMU3000城际电车也要交车，多少导致营运了后，无论是都会通勤，也是跨县市交通，运输能量拢会佮提悬。未来北台湾的都会生活圈的通勤将会更加的便利，既可以造福民众，也可以有助于我们节能减碳。代替表示，出年 EMU98 2年来拢会交车 ，EMU98会伫测试正式投入营运，应增加4城运营，宽介东部买无票的情形。目前西北部到东部未来全台拢会走透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台湾甲别州的旅游气泡，昨昏头一团已经出发。关岛的观光局即嘛正式来公文，予咱的交通部观光局，希望会当讨论关岛甲台湾的旅游气泡。因为关岛伫5月份有一半的人口就会做好预防车，加上咱台湾疫情真稳定，所以希望讲会当讨论两国互相开放。海风轻轻啊吹，树影摇来摇去，远远望去，清清的水面，海底的生物看现现。关岛伫疫情了后，当积极准备要恢复观光。上阵过去上接去访问的亚洲3个国家，包括着台湾、日本甲韩国，积极来协谈旅游的专案。其中，台湾因为疫情控制了上好，关岛观光局已经正式来批，希望讲来协谈细节。台湾的疫情的控制，还有台湾的这个旅游的数字啊，就是我们的国人的旅游数字，跟过去的记录上面都表示热忱的欢迎，也当然被列为说的最优先考虑可以到关岛去造访跟旅游的这个国家之一。旅行业者表示，关岛除了自然风景，购物中心也真受游客欢迎。台湾游客伫疫情进前是关岛消费力上悬的国外客。过去由台湾出发的中介关岛团，团费差不多4万左右。未来仍做确定用旅游专案的形式，团进团出，佮加上采检这个模式操作，价效一定会较起。到时阵都要看航空公司甲当地接待饭店所开的价效。价格永远掌握在所谓的供应商手上，供应商就包含车公司、地接服务社、航空公司、住宿成本。所以这个一高下去，我们预估至少要在7、8万以上。有防疫专家提醒，关岛也是有一寡疫情，而且岛上的居民状况比别州小可较复杂。那做台湾关岛旅游专案担心讲，相关的动线甲团体行程的规划一定要更加谨慎。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调查局判检6.5公斤的毒品，调查了后发现是来神通外鬼，涉案的姓市的调查官即马已经封收押。调查局长李文忠公开回息咧，有立委是烦恼讲这毋是个案，法务部长是强调一定会全面清查办到底。检方侦办调查局疑似毒品案件，有6公斤半的安非他命武器，怀疑是内部的人做的。进前指挥北基组国一站迄当阵的航机站县市的机动组长，调查局长吕文忠初日到立法院接受质询进前，再一次回息咧。所以我们航机站疑似毒品这件事情那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啊，我们再次的表达道歉跟遗憾。在侦办过程中，检方发现被告姓市的调查官。因翁仔某2个人的口座内面，这几年有几多条甲收入正无相当的金额。专案小组认为，甲伊的职务甲财务状况正无对等。三期离港提搜索票，所查包括姓市的调查官段所在等4个地点，
总共扣下8个口座内面的资金87万外，现金170万，表啊29支，名牌的牌啊25个，车3台，验过毒品也是找无。有立委讲，这边涉案的姓氏的前组长已经是卡奴，验过因某怎么煞有法度伫咧网络顶颠好遐，批评警方甲廉政单位敢无主动做调查。你们有没有把它列入高风险的人士？有，本来就有，是不是？是，本来就有。但是本来就有，为什么他可以长时间一直在航机站里面？姓齐的组长因为有大批不明现金，和发现收押了，怎么已经被停职？有立委担心这不是个案，法务部长强调已经下令全面清查，查办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进程，台南发生一个地方的角头老大互枪杀的案件。昨昏伊是举办告别式，警方唔敢大意，派600个警察去到现场，所有去参加的人拢爱先经过检查。路尾嘛有甲98个未成年带回去调查，嘛有抓到6个通缉犯。这个方向来，出你的左手，看有没有盖章。警方伫告别式无远的所在设检查站分流人群，无经过盘查各地因内人袂当进入会场。来，我看一下。两个带走。国道也有另外一批警力，游览车一台一台来到停车场，警方就缀咧每一台车拢清查。另外一边上关点也有警员提名，霹雳组也设戒备，缉毒犬也出动。我们部署的警力大概有600名，主要是在逐一的盘查记录到本分区辖区的这些组织分子。现场是今年2月洪庆杀的地方角头告别式会场，当时台南小连续发生重大治安事件，和案件所属警局的正副分局长，还有侦查队长拢互调集。这场告别式地方帮派动员3000多人来参加，特惊发生意外，警察局长洪敬玲亲自指挥，警方盘查3300人了后，查获6名通缉犯，甲98名未成年。是为了维护台南市的治安，防止黑道帮派在我们这边发生聚众斗殴或者任何的不法情事。第二点也是为了要维护死者商家办治丧活动的安全。警方表示，这寡未成年爱先调录资料了后，才会当由爸母也是监护人带倒转去。资料也会予市府所设的少年辅导委员会列管辅导，搁请教育单位介入。获调者将面临6到60万的罚款，搁公布伊的名。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海峡最近接出现大型的鲨鱼，亲像是豆腐鲨，互游客是看甲真乐痛。有人是认为讲，这敢是禁止掠鲨鱼了后，咱的生态保育有成果啊。也毋过嘛有爱钓鱼的人是讲，鲨鱼拢会挖进船仔边要讨食的，这无可能是海底的食物变少啊，这是渔业资源欠缺的精神。这是专门从事海上钓鱼的陈先生3月26日花莲海域所拄到的豆腐鲨，当在哩公尺并无惊生分，一直维持渔船的4块肥，亲像是互钓鱼用的南极虾上来。碰到我们船尾就不走，第一个感觉就是他要来吃虾子，然后我们就是丢可能要给他们吃，吃完游走，然后又再回来，这样来来回回大概10几次。继长港3月27日，花莲小海洋船也伫同款的海域，拄到另外一只15公尺的豆腐鲨，也是挖进船边乖乖互船顶的游客翕相，也毋过小海洋船规定袂使饲物件，所以豆腐鲨无偌久就离开。进补的动作之后，那其实它的数量可能因为友善环境的关系，数量越来越多，那数量开始做增加。可是它到底增加到什么样的数字，现目前应该都没有人知道。也毋过也有钓客私下表示，豆腐鲨会讨食基本上是甲渔业资源枯竭有关系，鱼真歹钓，倒钓本数颠倒袂少。世界经济论坛就捌讲，2050年海中的本数会比鱼仔较侪。其实，在海洋的环境来说，它的影响很多，海洋废弃物它就是影响那渔业它可能也会有，所以它的成因是很多元的。动保团体表示，豆腐鲨天生爱挖进船食，所以渔民建议公鲨。菲律宾也阁有甲豆腐鲨共游的唱水活动，代表伊的个性真温和。因过提醒民众唔通饲，以免改变野生动物的习性。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关心，为着要鼓励行动不方便的人，会当出国参加活动、出门行打。轮椅运动舞蹈协会专工去云林开免钱的轮椅佮标舞的课程，嘛邀请钓顶的国家选手去教。对活泼的音乐伫咧当时，操作轮椅的动作嘛真流利。
伊是咱亚运、奥运的金牌游泳选手陈心琪，嘛是国内真出名的轮椅舞冠军。为着要鼓励愈侪行动无方便的朋友出门活动，陈心琪即马也开始到森林的轮背、顶顶的草地所在，教人跳轮椅舞。有趣啦，有很多东西要记，然后每天听音乐啊、律动啊，就会非常的开心。这样旋转轮椅啊，那对我们的复健都。全面当参与是上好的，这会当从咱全面的运动，这老人加一项目好来运动安尼。中华民国轮椅运动舞蹈协会除了举办相关的比赛，嘛邀请出名的，亲像陈心琪这款的选手来到下港开课，由奥运选手来指导的免费的轮椅舞课程，对这的乡亲来讲实在稀奇。而且协会嘛协助接送这的行动不便的朋友来上课，受到地方真大肯定甲支持。这个轮椅舞蹈不是说你一定要坐在轮椅上，而是你如果身体比较没那么方便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你来透过这个轮椅舞蹈的学习，它去运动，然后调整你的脊椎，让你的各方面的能够强身健体。轮椅舞协会未来嘛要继续将这项运动佮推广到其他的地区。若是要鼓励这的新长人士，嘛希望会当培育愈侪轮椅舞的选手，通好参加比赛，为家乡争取公赢。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艺术生活协会理事长廖志强，伊是发挥艺术的专长，找无共领域艺术家，伫屏东潮州坪城社区，利用一块趴远的地，甲遮装下做充满艺术气氛的所在。这个美丽公园景致是真水，大人囡仔伫遮享受松弛的时光。这是屏东潮州坪城社区的艺术花园，本地是一个趴园的所在。经过台湾艺术生活协会理事长和社区的居民做伙整理了后，大变成这样舒适的模样。本来这里是一个荒废的地方啊，这里是一个很少人来的地方。但是现在把它整理起来，变成一个社区可以活动啊，在这边你看孩子啊跟这个聊天，蛮好的，就像一个小公园啦。就觉得说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环境，其实是比较舒服的。可是像屏东社区的公园就会比较少。再来就是小朋友有地方可以走，然后家里人有地方可以一起来就是野餐。社区居民唔但会使来遮佚佗，天气好的时阵阁通野餐。另外，理事长也规划外头的所在，阁有艺术空间，希望伫遮增加人文的气氛。我发觉这边少了一点生活艺术的概念，然后我再去研究说这个地方它好像它并没有公园，我就用了。有空的时间就常常跟地主来聊天，说，其实与其不如荒废，那我们可以把它呈现为变成这一个棚城里的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花园或公园。廖志强发挥创意，邀请各领域的艺术家，把这块空地互伊有全新的模样。希望未来加有愈来愈侪人文艺术的物件入来，为社区增加新的活力。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同婚合法化要2周年，因为同婚专法内底是限制讲，敢若会当收养配偶亲生的囝儿，无法度收养无血缘的囝儿，所以昨昏有民间团体甲同志翁仔某出面表示，伊要透过诉讼争取权益。不要实质双亲被迫单亲，不要实质双亲被迫单亲，收养家庭不分异同。7月8号，施行法伫2019年通过了后，同性伴侣会使结婚，但是司法件敢若会使收养配偶的亲生囡仔。若是配偶独身时收养的囡仔，另外一方并无法度伫法律上加做囡仔的家长。伊若出啥物代志，因为是用伊的名收养的名，甲我完全无关系。安尼到时阵，囡仔不只失去妈妈尔，连我都无法度继续甲伊照顾。民间团体7一宣布，要透过3对同志收养家庭来拍收养申请的诉讼，争取同志收养家庭的权利。那我们目前诉讼的这个策略就是说，我们希望从一审开始，那最终我们可以希望走到宪法法庭的宪法解释。我们希望大法官、宪法法庭能够针对748施行法的这些相关的规定有没有违反宪法或违反儿童权利公约，做出相关的解释。那当然，如果诉讼过程当中立法院已经修法成功了，我想也是非常大家乐见的结果。民间团体表示，目前同性伴侣嘛无法度共同收养囡仔。
不过，这个问题是较学有诉讼目标，会使来行司法的程序。共同收养的问题，目前敢若会使透过立法的方式来拍拼。记者郭碧君、张随台北报道。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昨时表示，这3天咱国内捌发生过3件3岁以下幼囡仔无细字甲巴气球这款物件吞入去腹肚底案例。标准局已经在2009年时，甲巴气球列做经济检验爱管理的项目。抑搁伫市面上，共款也是有发度去买到无合规定的这款佚佗物仔，业者若是无要改善，上当会罚150万。一粒一粒细胶粒仔的吸酒叫巴克球，会使互囡仔吉读壳也动手创作。不过，这个珠仔毋若细胶粒仔囝吸力伤强，比标准值的50毫高斯搁较悬。若无细粒食落腹，效果严重。很可能就会砸到黏膜，砸到不同的肠子，所以循环一缺乏，肠子就会烂。108年就10月1号就开始。列检，列为验尸检验项目。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和消基会2020年伫咧市面买15件有吸酒的佚佗物，其中巴克球有6件是列管进前的商品，因为吸力伤大，塑化剂超标，商品标示无清楚，无下消保法。其他4件有吸力的佚佗物，品质无下商品检验法，爱限期改善，无就爱回收。列检前的商品基本上它需要符合消费者保护法的规定。那如果说它不配合限期改正下架，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36条，我们是可以处以6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是列检后的商品，基本上它要符合我们商品检验法的法规，我们是可以处以25万元到250万元之下的罚款。提醒家长摕囡仔经佚佗物，爱看制造商、产地敢有详细的中文标示，也爱特别注意佚佗物的使用年岁和警示，才会当互囡仔生了欢喜，也生了安全。记者民警夏桂林台北报道。镜头来家己埔子国际影展最近伫埔子水道头文创园区举办，有邀请14个国家17出电影做伙展览。上届特别的是，乡亲会当倒伫碰椅看电影，有影是真特别的经验。倒伫咧碰椅，目睭看到面头前圆顶的布棚，当咧放上360度的电影。家己县埔子水道头文创园区配合在地甲国外艺术家举办公顶国际影展。科技的好处是很容易接触的，所以我是希望可以用科技是打开人的那个眼睛，那他可以去享受各种不同的艺术。觉得可能对艺术，等于是对美感跟艺术有兴趣的一个年轻朋友，应该会有一些吸引力在。这届影展为4月初1搬到初7，主办单位邀请14个国家17出360度的电影来遮放送。而且可利用埔子配水塔来做互动艺术表演。迄个有阿里山呢，有外国的艺术家，拢伫遮汇合，然后办作盛大活动，而且是连续7日，日时到暗时。有时间会带小朋友来看，因为它里面好像有人数的限制，一次只可以20个人而已，所以我就希望说，提早来带小朋友来看看人家不一样的新的东西。主办单位表示，这17出影片拢是运用360度摄影的设备所翕的。有艺术的内容，嘛有在地故事，希望民众会当利用连续假期体验无同的艺术影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用台语来吟唱古诗古词，特别下音律。创作歌手张定一一生学台文，再搁用台语来唱情诗。即马搁甲这首诗参现代歌，用台文创作出台语的流行歌曲。咱做伙来听伊唱歌。那弹吉他，那唱台语歌。28岁张定一是用台语文创作。菊花巴山也有时，甲华语比起来，伊的迄款情绪的迄款表现，搁较侪。伊是迄款较，毋是迄款放出来。放大声哭迄款的，毋是，伊是较收伫内底迄款感觉。张定一伊爱唱歌爱创作，
一当前开始学写台语文，甲伊的歌词结合。伊伫去年参加一个基金会办的以古典诗词创作现代歌谣的比赛，伊伫几多位参赛者内面摕到第3名，也是所有参赛者内面唯一一位用台语创作的选手。讲的内容就是敢若咱即马咧讲的远距离恋爱，是足辛苦，爱需要两个人真侪心力的交流，你才有法度欢落去的一个关系。抒情的风格，互人听起来有淡薄心酸的感觉。张定基用婉动诗人李尚本的诗倒入去伊的歌词内底。伊讲，伫迄个时代的古音，若用台语念上下，另外用台语来唱，才有法度甲诗文内面的押韵并接唱出来。另外讲到为什么开始用台语文来创作歌曲，伊讲主要是因为发现家己对这个语言的能力愈来愈流失，无法度正练当。你连讲阮话拢讲袂练当的时阵，你的词有啥物通好用？所以变做讲，你要写的时阵，你的用词真少，所以你无法度甲你要讲的代志讲好标准，所以你甲华语比起来，你的台语词就欠缺真多真多。张定基自细汉时底阿嬷伫咧讲台语，大汉了才知影台语即个有正深的学问。即马也继续创作，伫社区大学对老师学台语文。伊讲做任何代志，只要有心，就当学了好。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来去中国的四川这个所在的三星堆这个位置，过35冬了后，又搁互考古学家挖出500多件的古文物，其中上界受注意的是黄金面具，迄是3000年前拍金仔的加工工艺就已经真强。金4节半张黄金面壳，进前为三星堆遗址的5号祭祀坑出土，原本底价严重变形，详细清洗修理了后，恢复原本的模样。长28公分，宽11公分，含金量差不多85%，重280克，推测完整的重量应该超过500克。制作工艺时期上好的黄金文物，也显示3000年前已用真悬的金器加工工艺。它就是很褶皱的特别厉害，然后呢，大家猜想，有的猜就，比如说它可能就是罩在这个青铜人头像外面的金面具，有的人就猜它可能是不是裹在其他器物外面的。三星堆遗址伫四川广汉年代应追溯到商朝晚期，而即马是3000到5000年，是迄时阵统治四川盆地古蜀国都城。80年代第一摆大规模开始学2个祭祀坑上千件清代期时期文物，加做中国20世纪上重要考古成就。2019年，佫发现3到8号6个新的祭祀坑，除了黄金面壳，佫找到青铜面壳、青铜神兽、造型金色唱机玉器。是这片这重要文物500多件，用科技的方式来学，佫较完整保存所有物件。因为出土文物的雕像模样真特别，一直人怀疑这个文明甲外星人有关系。不过考古学家认为，这是文化起源发展多样性的证明。古蜀文明，它和中原的王朝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它又有自己浓郁的特色，所以呢，我们说多元一体，就各地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我说，如果是中华文明是一个璀璨的星空的话，三星堆古蜀文明是非常耀眼的一颗。虽然是外星文明所甲现代有巧妙互现，去年出土的粗灰仔猪，甲电幻粉红照当中的猪仔真同款，半张黄金面壳引起网友到处趣味的画面。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来关心环境，有专家讲，今年的山顶暴正接，甲气候烧到土白上烧有关系。亲像伫非洲肯亚的咖啡豆啊，就因为雨季无稳定，影响收成。农民即阵国不将爱改变灌溉系统。另外，伫美国的密西根州的马铃薯，是因为温度伤悬啊，即马爱用冷冻系统来冰，无会伤紧烂，在成本尾啊，拢爱消费者来出。非洲国家肯亚出产阿拉比卡咖啡豆，不过即马当地咖啡农发现咖啡树愈来愈歹种，
主要是气候异常造成雨季缩短，咖啡树落肥了无有够的时间吸收养分，有当时各化季节有长各路难散好，花期乱期影响收成。 Sasa kwa sababu ya climate change, kahawa vile inaenda haimachui pamoja, iko inamachua tofauti tofauti kulingana vile mvua inakuwa. Sasa kwa hii sasa mmea unapata hii iko tayari kuvunwa, hii red ones na hii green ones bado sasa inachukua mara ingine tena kuvunwa hii yenye haijaiva kwa shamba mzuri. 除了雨季变乱，雨咖啡农爱调整落肥加灌溉方式，增加成本。气候变迁造成当地每一天平均温度比30年前增加1.41度，早暗温差大，也是造成咖啡产量减少的原因之一。肯亚去年咖啡的产量只敢剩4万吨，比2016年减7000吨，半要加1成半。 In Kenya, we produce Arabica coffee, which prefers cool and wet conditions. Because of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caused by climate change and depressed rains, then we have poorer quality of the yields and poorer amounts of the yields. 利润变歹，有一寡咖啡农规期改种经济效益较好的落梨，盐锅煞影响到咖啡采收工人的生活。另外来看美国的密西根州，当地出产的马铃薯，以前只要用电风吹就当伫咧仓库放几落个月，不过最近受到全球暖化、温度上升的影响，就要改用冷却设备来斗三工。有生产大户讲，10年前伊开始用小型的冷却器，去年是开12.5万$买大型的冷却器，互马铃薯袂遐紧烂。It's real dollars, and things that like that we all have to find room in the budget for that kind of stuff. 当地大量生产的马铃薯，最后拢是送去工厂做洋芋片。农民讲，因增加的成本，可能拢是消费者爱吸收。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辑。咱台湾即阵咧欠水，泰国嘛共款。泰国因为雨水伤少，水库嘛大批批。为着要解决即个问题，泰国政府即马打算要伫因的中部、北部、东北部抽地下水。不过有人质疑讲，安尼施做会破坏自然环境。泰国上热季节是愈来愈近，却拄到严重的酷旱，水库水位上过低，根本无法度应付农业用水需求。自然资源甲环境部的地下水资源单位，即几礼拜派出地质学家甲80多组工作团队，伫泰国中部、北部甲东北部3个地区设机器抽地下水。มันแรงจัดคล้ายๆว่าภาคอีสานนี่เป็นเมืองแรงต้นไม้ก็โค่นกันเยอะอะไรกันเยอะที่นี่ฝนจะเก็บน้ำต้นไม้จะอุ้มน้ำยังแทบไม่มีขุดบ่อก็พอเนี่ยเมษาหรือมีนาอย่างนี้น้ำแห้งหมดเลยครับถ้าเจาะบาดาลประมาณสัก10 กว่าเมตรโยกไม่ขึ้นเลยครับหมดอีกแล้วเห็นไหมถ้ามีน้ำมาช่วยกันโอ้คนอยากจะตายแล้วเกิดใหม่ครับ东北部艺术通府乌将近937个地下井，设25个地下水站，以太阳能发电的抽水机甲大型水箱来接水。The amount of groundwater underneath Thailand has been tremendous. We have over 700 million litres of rainwater fall down on this kingdom per year, and about 10 to 15% of it is being trapped underneath us. So we still have a lot more to go,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taking every precaution to make sure that disasters like a sinkhole and all that will not happen to Thailand. 全球水资源欠缺情形下，伫某一寡国家抽地下水是有争议的做法，烦恼成过挖苦地下资源，无去保护甲管理好地表水资源的工作。有保育团体指出，伫大气的河面甲湿地抽地下水，对生态甲动植物会有严重影响，同时可能互含水层大气地下水下降，影响河流，造成咸水入侵，也佫造成地层下陷。受到曼谷附近的地区都安尼问题，水资源部门才开始伫全国推动地下水规范。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报你知，这几天天气较烧热，高温超过30度，袂输热天共款。那礼拜开始，伫北部、东北部会落雨会变天，温度只剩17度。另外，今仔日伫基隆北海岸西半部外岛到大棚会影响能见度，乡亲出门驶车爱细致。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1度。
中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0度；外岛的温度是17度至28度。再来更新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将亲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